無論係香港人亦或係旅客，對銅鑼灣呢個地名都唔會陌生。繁華熱鬧背後，呢個社區嘅歲月故事，你又認識幾多？發展局保育歷史建築基金撥款，保良局歷史博物館主辦嘅銅遊古建系列計劃，就同大家細味銅鑼灣嘅文化歷史，探索不一樣嘅銅鑼灣。銅遊古建計劃主要分成兩部分，分別為青年社區導賞員培訓計劃同埋銅鑼灣古蹟同樂日。目標係提升大家對銅鑼灣呢個繁華商業區背後嘅歷史文化嘅認識。青年社區導賞員培訓計劃為期3個月，青年學員分組設計不同嘅導賞路線，以佢哋感興趣嘅主題拍攝導賞短片、角逐影片比賽獎項。佢哋設計嘅主題路線已經由保良局出版成銅鑼灣文化地圖，方便公眾自助遊覽，推廣地區文化及旅遊資源。今次嘅課程咧係包括咗基本拍攝技巧同埋剪接後製。喺呢幾個星期嘅影視工作坊裏邊咧，我見到好多位同學都好認真去學習，亦都見到佢哋有進步，都能夠完成製作遊覽銅鑼灣歷史建築嘅導賞影片。佢哋除咗運用咗課堂上面學到嘅拍攝技巧咧，我亦都見到佢哋發揮咗唔少嘅創意。我希望佢哋同埋觀眾咧，可以透過影片同埋社交媒體嘅方式，培養敏銳嘅視覺，保持好奇心，透過欣賞古蹟建築，多啲了解同埋認識香港社區嘅歷史。今次咧，我作為評審，好開心見到每一隊嘅作品咧都各具特色，風格同埋觀點咧都好獨特。比分嘅時候咧，都真係好難去取捨嘅。所以咧，我推介大家一定要睇晒咁多套年青人嘅作品，跟住佢哋嘅導賞路線，去了解銅鑼灣嘅歷史同建築。而古蹟同樂日則連結咗4座歷史建築作為子場地，並加上主場地保良局中座大樓呢座1級歷史建築。同樂日活動包括教育攤位、導賞團同埋文藝體驗，俾市民能夠認識同體驗本區珍貴嘅古蹟文化，提升社區參與度，俾年青學員有機會同大家展示佢哋所學，分享多元嘅銅鑼灣面貌。一家大細都咁開心，因為同樂日有區內已評級嘅歷史建築開放參觀，仲可以同文化機構單位一齊進展特色，與眾同樂。我好開心，因為今日喺呢度玩咗好耐啊，同埋啲嘢好好玩啊。今日去咗博物館，今日都好玩，認識咗好多新嘢，玩咗彩竹編畫，係好似呢個咁樣嘅圖畫。我玩咗穿珠、貼金膜，我今日行咗好多地方，覺得好得意。我今日玩得好開心，呢個我整嘅。今日嚟咗呢個主樓參觀呢個展覽館啦，裏邊好多總理嘅相啦，好多珍貴嘅以前嗰啲函件喺裏邊啦，係啦，好少機會有機會嚟參觀。計劃唔單止可以俾青少年展示所學，亦都可以讓大眾同行，喺探索與保育之間發掘獨有嘅銅鑼灣故事。